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类的节目。今晡日嘅好三排時間吼，然後大家來討論一啲法律嘅問題。係乜嘅問題咧？是介因治療法，簡稱是個資法吼，改制法。按樣嘅東西，哇，談呢東西當難哦。不過其實吼，其他啲選吼，單一會拄到嘅事情吼，都當有關係哦。所以今日來賓係馬莎咧，大家可能當有冇看到機咯，該是呢個劉律師吼，使到咗本陽機本陽今日來賓係呢個劉基忠律師本陽。主持人你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劉基忠大家好久不見。今晡日一翻起來到福喜來的節目，然後大家啦打嘴鼓，真經係好久不見係嘛？千久冇看到嘅哦，律師按久千無限吼，多少啦多少。因為律師千無限吼，古時候會請律師來福喜來咧吼，同大家來打嘴鼓，唔係按簡單吼。唔好嚟講啦，少年大家呢？唔過我今晡日吼TPA 有請到劉律師來到節目地度吼，同大家來分享嘅就係個資法，個資法，就是個人資料嘅問題吼，因為吼，你講電腦也係用電腦去清理開嘅，吼也係科技侵犯它，吼你會發現個哇！你唔認識青島嘅人，不過青島嘅人係認識你嘅哦。故所吼，今晡日吼，我會同大家來分享，到底乜嘢係個人資料、個人資料，乜嘢係個資法、個資法？簡單講一下嘅乜嘢東西。哦，主持人講嘅個字哦，一難發音咧。哦，個資法就出嚟啦。個字係個全名，然後公然哈，個人資料保護法，就是睇下主持人講到個資法啦。但其實想象那個定義冇一難啊。就像講嗌乜個名，唔記乜個名，關於姓名啊，有想乜個名嘛。叫做個資啊，還有你那年出生呢，好出生年月日年日嘛，還有姓地都係。身份證號碼，又係講可能要唔個護照啊，護照嘅號碼，要乜個像人哋較普通用到嘅可能，那係講 email 信箱，你咪算啊？也算啊，因為也係用email 信箱係挺普遍嘅事情嘛，就會填字影片 FB 嘅賬號啊，挺厲害哦，當然都得用 FB 係冇，係要嗰種 line 啊，當係而家 line 當，不過也都係算是個人資料、個人資料嘅東西，不過其實按用嘅東西談起來也冇乜個了不起啊。你了解我嘅意思？以前來講，你係乜嘅名？哦，你好，我係劉基忠。哦，留一下你嘅名吼，大家做啲認識一下。跟你嘅天發係幾多號？人叫幾多？我同你聯絡啊冇？你幫我一下你嘅 email 賬號做對嘛？哦，你嘅 email 賬號係，大家會知道按樣冇乜嘅。其實會知道也唔係講乜嘅清洋蔥嘅問題，不過也幾年吼開始尤其係今年開始清充是個資法，就會引起吼，其實個資法有可能會外泄，就會外流，對，冇唔錯嘅外流就會造成一道嘅問題。外流冇唔錯，更加重要係冇人濫用。甚至都可能上什麼交天法，個我價錢冇，個條件以後哦，價錢冇，你用冇啲個天法，很奇怪，甚至有嗰種嘅接到嗰種嘅可能詐騙集團，台灣有名啊，點啊？實在按嗰種詐騙集團幾個集團嚇，用冇有個天法，用冇個買乜東西一清楚。而且講到種真嘅相關，我聽人嘅樣做啊，結果都真係一相信佢，都被騙去啦。那就詐騙嘅嘛，詐騙天發嘛。唔過我知道吼，以前吼，當然係因為時間嘅關係吼，冇咁嘅年代，故所有冇咁嘅方式，冇聽做去詐騙，唔過真係會接到青島嘅天發，基本冇嘢。以前係行青口上嘅時間，係行喺學生嘅時間，會接到天發個。
老手机，老同学你会补习嘛？你知道？补习班嘅天发，不过也係上次開飛機無限，不過唔嘅天發會用咗。喂，其實講，以後你可以買嘅茶米嘛？茶米，我台中梨山咧，打電話嚟，奇怪，營養冇啲啲係啲事啊，仲係台中哦，台中縣嘅梨山。乜嘅農夫打電話本我就知道真奇怪，我想講哦，佢以前可能吼，因為佢補習班打電話本有可能係因為計量時，青島年前嘅時間，因為計量時係補習班會去買，就他會去跟這個學校來買嘅名單，學生嘅名單，故說嘅補習班就做得一個一三人打電話去問講，你要來補習冇？希望就問你哦，嘅高中考試有冇考題過後，佢要問你哦。喂，俺有考到冇？俺用清排寫嘅問題，你有考到冇？也係一種，其實也就係一種各自的外泄，各自嘅外流嘅問題。不過也哈唔係補習班聽哦，還有乜嘅汽車嘅貸款有冇？你會買茶嘅冇？會保險冇？就這就是很多，你做嚟講，也就會全部都外流了。可是這個透過的這個管道有很多不一樣的管道來抵你嘅外資，像以前像家下講嘅學校的就係可能係補習班去買嘅學校嘅名單，不過也下真嘅有青島嘅外流，可能是駭客入侵，按樣嘅問題，還有就係你去搞外流出去的按樣算冇？當然，你們嘅執法，一太嚴這都係，當然你自家來同意嘅，當然自家同意嘅，甚至講騙人違法啦，你自家同意嘅，是過咗你們一度吼，他主持人講到他講補習班那個問題啊，跟住到種個安怎嘛？畢業紀念冊啊，畢業紀念冊，畢業紀念冊，佢底部都一道聯絡嘅方式。我自己目的係哦，聯絡感情嘛。哦，咩本賣本嘅補習班咧，你都給執法一太對講，你有沒有超出那個目的啦？超出那個特定的目的。你係個執法一個精神所在。哦，也真係清楚喲。唔講吼，嘅歷史嘅下有講一個理嘅，就會講唔講。比如講你講而家講按照有嘅新聞有冇？係咪叫老公兩公婆嘛？老公嘅錢嘅係錢嘅本用用嘅，唔講嘅FB 上面。叫做呢個新聞係按樣嚟講啦。佢講到個警告頭期啦，因為其實日本人只有唔驚睇就錯嘅，簽唔到，拜託大家啲簽進來。大家都連日本人3萬個款，我都問個名，佢都將日本人嘅名嘅啊，天發號碼，還有出生年月日啊，還有乜個特徵有冇？特徵啊，甚至都。全部我標在 FB 嘅帳簿，全部看得到，快嘅嘅違反。按樣就會各自外泄，錯冇？如果佢係假老公呢？如果佢冇收到日本人嘅同意啊？古時候做埋可以按樣嘅理嘅，按樣嘅理嘅就係嚟呼應給下國嘅劉律師講嘅。其實你嘅各自係講外泄，你嘅目的是什麼？係清楚有嘅。如果說係講你嘅目的。迄個你嘅目的唔係因為像嘅律師講嘅吼，為到係聯絡感情啊，也係講你係同學，你係朋友啊，大家做啲聯絡，係有其他嘅目的的，這個就是已經是違反個資法了。當然，吼，故說像佢隻老公有冇？佢係警告頭期按樣有冇？佢留下本樣嘅資料，不用到嘅 FB 按樣就會違反個資法，因為佢嘅目的係警告頭期，故說按樣就做唔得咧。個中介會冇得到佢公然嘅同意啊。就算基本上係講哪位劉律師嘅電話啊、email 啊，也係出字啊，因為我經過劉律師嘅同意這樣做的。係講而冇同意，硬也做唔得了。一定老話講，幾天同意嘅。講車。唔講，其實青島哈，一般來講啊，像以前哦，很古老的時候，有冇你看個榜單，嘅學校吼，嘅榜單唔係嘅。去學校看係一種嘅方式，還有一種呀，做啲慫恿去查，跟你會看到青島嘅名嘅啲機片，按樣還不算個資，有冇查榜嘅時候有冇？那有種
公众因为的个执法嘛，有到一个特定的范围吼，冇可能够全部违法，安尼大家唔是做些啦，好，其实还有一个公共目的啊，好，安尼，还有到公共目的，当然，我想当时哦，其实公布榜单啊，佢应该係講你係你們取得個資哦，佢睇下老講講，我個資冇我做乜個用？公布榜單係老考試嘛，考試做起冇有結果，當然係公布啊，你係相關都冇問題。唔過而家係講公布佢嘅名嘅時間，要同佢嘅 email 賬號喺順旁邊按下訂，哎樣就可能就做唔得。因為就講公布榜單，乜人可叫名，唔是個畫蛇添足嘛。好，有人做超過啦，做超過咧。希望就係個榜單吼，個名嘅，還有 email， 還有天發，按樣也做唔得。我不要相片，還有相片係冇，按樣就做唔得，因為按樣其實就係一種個資嘅外泄咧。而且超出了一個必要的範圍啦。不過按樣嘅情形其實挺普遍嘅，現在。有啊，真嘅啊！因為一般來講，你會翻很多的，你像上網掃描去查嘅時間，有時候因為呀，有青島嘅人，佢俾最中意講嘅個 FB 也好啊，像係乜嘅青島嘅 YouTube 也好，也係講一些嘅資料，你掃描去查嘅時間，是輕有可能沒有嘅名，然後 email 都有的。更快啦，係冇收到幾次啊！經人嘅同意啊，後就係超出自己目的範圍，叫做違法。不說簡單講起來，按樣人就做得有，你啊，就是個資保護法做得來保護按樣人嘅情形，所以個資的這個外流的就唔會按樣衝。就遏制就盡量嗰個啲呢個你係違法嘅，大家都唔敢嚟做。係因為以前唔啲嘛，你們其實嘅執法吼，就係一方面係國際嘅要求啊，然後國際接軌吼，人哋就係先進國家，人哋對個資嘅保護較有到位。唔過我知道台灣係今年才開始嘅。我唔做。今年才開始輕重視按樣嘅問題，以前哪有啊？以前你喺公司上班嘅時間，我講社會你嘅電腦打開來吼，佢地圖吼青島內邊嘅名單啊，內邊嘅名啊，內邊嘅天花啊，像律師來上節目嘅時間，我哋就會請個律師有冇留佢嘅名嘅天花 email 嘅處置啊，佢說呀下開始就做唔得咧，像呀下我上班嘅人啊嘅電腦地圖啊就做唔得留按樣嘅資料誒，因為按樣就會違法的。留冇人掂唔拍，嗰啲要同意，幾三年還要幾三年去同意，就做得吼。佢說其實按樣嘅幹子吼，係對青島人挺好嘅，希望你就會從呀下吼，當你去上班嘅時間吼，你就會接到青島嘅天花，每年會買嘅茶米膜吼，希望就每年講會加錢哦，希望就每年講你會辦嘅信用卡膜，也係你會睇就是有青島嘅，還有買茶嘅啊，買服嘅啊，保險。嘛，青島按樣係挺麻煩嘅事情吼，鄉親朋友吼，還嘛要物解大家聽出去了解哦，喺你先聊下吼，等下再轉來。